Gangnam Style。今日終於嚟到 Hairless 做脱毛療程。治療師先幫我做咗皮膚同埋毛髮嘅分析評估，制定咗專屬我嘅個人化脱毛方案，對症下藥。療程嘅時候，治療師會先幫我剃乾淨啲毛毛，完全唔需要自己喺屋企剃毛，仲剃得好乾淨添。然後就係畫線定位啦，精準覆蓋晒所有要打嘅位置。打激光嘅時候 feel 到冰冰涼涼嘅感覺，幾乎係冇痛感㗎。面毛會影響妝容嘅貼服感，為咗減少浮粉，脱面毛都好重要㗎。而 Hairless 喺畫線定位嘅時候，會定埋髮際線同埋眉形，連修眉都慳返㗎。做完一隻手嘅療程之後，即刻白淨晒，你睇下個效果幾明顯。Hairless 除咗性價比高，而且信譽好、口碑好，除咗有超細心、超專業嘅治療師，佢哋使用嘅冷凍劑都係超高品質，打激光嘅時候就完全唔使驚痛啦。Hairless 承諾大家一個部位一個價錢，永久保養，就算之後再有毛毛生出嚟，都可以免費補脫㗎。Hairless 絕對唔會令你失望，快啲上嚟預約療程啦！靚靚無毛肌膚等緊你。